也不用担心哦，你好好还可以玩几天，可能会变成3度，所以它剁手是有一点点难度的。他好敏感的，他刚刚又问我，他又查这个查那个，这个根本就不算什么，你也可以解释，可以他来找我们问都可以，好吧？哦，等一下我跟他聊，因为我看他有压力。等一下我跟老弟聊了，好吧？好的啊，谢谢啊。曾志浩呢还是蛮灵泛的，他能够迅速的抓到什么时候必须跟患者进行情绪上的沟通，就这一点而言，我是很放心的。听说你有点紧张啊？啊？听说你有点紧张啊？还好，还好啊。妈妈说你在查那个什么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风险。我以为风险很小，他说风险还是有点风险的。有风险，但是首先你只是看了心电图，不一定是风险最高的那一档。其次，那个风险它是有，但是概率也非常小。昨天讲了95%以上都没有问题的。你去打游戏抽卡，那5%的概率好难抽吧，是吧？没关系的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也是这样的。我之前跟我老爸发脾气，然后就是整个也是手动不了，然后麻在那抖，整个出气特别的快，然后全身就一点都动不了的那种，就跟你那天在急诊室一样的。一般来说，很少会有小朋友去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吵架吵进医院的嘛。我跟他解释一下，是让他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另类，其实这个吵架吵到一个非常情绪激动的一个点，确实会引发身体的一系列的反应，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心脏有问题，所以说在这些反应的同时会导致了一个心脏的问题。